按照农历的些各位人生了，我得当按照被签的可能的说他们那些当家年把现在干的，每年也把现在干，这些拉的情况现在给的，这些拉的情况就甚至不是做把给，他拉的情况按照没有套没有套的拉的情况公布到甚至不是做把甚至不是做把做把人家做那些的在外个甚至娘呢靠娘去的啊，对对。给路呢，旁边接了多别个路修娘说打成了娘，这给路成了娘把三个多啊，这弄把刀把带了给路成了弄把刀把那三个多啊，他等朝这一样的不做的，等给路成了弄把刀给，每年也把现在干啥都喜欢现在干，对，甚至不是做把干些的，他带着按照甚至被战争化去，这是对了，注重年把现在干些，这是他那有注重年把现在干一个，注重年把。初中部单个的也是，初中部单个是，他初中部现在容易录制汽修这样这疼一点了，他的初中部的啥的，里都进行着学家基本上些，等俺都干巴的讲都哎呀没现在，等了就说他的初中部现在干巴现在还讲嘛的他妈的说了在外个城市机要的电用除了多少个人家来用的看了不用让我现在说没车太多没车可能汽车就离东家去不这个不留这个他按照我们的大这些在等待的时候在这个按照车的偏塞的看不的像什么偏塞的还就看不的他说个的经济下位现在按照的给出这他的小皮个是跑把成绩小皮个是的看的是经济下位1万的做啊一张跑浪嘛套嘛的哪里需要嘛的经济下位1万的做一张得按照小跑把一那小皮个是了那样的话现在的对那的情况中有跑把直接就小家位置就把得噻，小家位置就把得，打的那是弄懂了的，有车的的，小家位置这个话的看的是，说经济下位1万的出做的也在这个的嘛都，经济下位清白个没种个可怜的技术单位呢，经济下位1万的做嘛的，等到的给出通报着呢，的下位位置加嘛的。可给出的话，总计小下位是加什么？给出的呢，啥子兄弟，经济下位1万的做一次，给出的他的按照啥子兄弟的，从个亚界东的我就是弄东的为呢，刚听不说的。这从些经济下滑些的看的是，清白村的下位困难因为也是，靠要么的话。城巴的这不是说个的新看这不哪里新看能讨论完这不几个要的，这没那清白看谁个要嘛的，这因咱经济下因呢最起码比离东家去的，主要去呢，他这的我想着嘛这么着，这个今天就用着说哈做去的嘛。